大家好，而家外賣非常流行，午晚餐、下午茶，甚至買餸都叫外賣。但係有冇諗過外賣嘅流行會唔會反而係推高整體物價嘅一個原因呢？我哋今日就總結客之前分析過嘅食店外賣成本同貨物運輸成本比較，睇下邊啲環節最燒錢，同埋點樣影響物價。先講外賣，外賣最大嘅成本係人，即係送餐車手，佔咗60%到70%，其次係平台抽佣，大約1成半到2成半。呢啲成本點樣推高物價？一嚟，外賣平台會收你配送費，有時仲加打包費；二嚟，食店為咗賺返嚟，會將餐牌上嘅價錢定得比堂食貴，所以你叫外賣會越嚟越貴。你俾咗錢，大部分去咗車手同平台度，真正嘅食嘅成本唔係好高。外賣流行嘅結果，越多人叫外賣，平台同食店就越依賴呢個模式，配送費同餐牌定價只會易加難減。呢啲額外成本最終都係轉嫁俾消費者，所以外賣某程度上的確係推高咗餐飲相關物價。跟住講貨物運輸，長途貨運最大嘅成本係油錢同路橋費，兩樣夾埋佔超過一半，另外仲有車廂折舊同維修。呢啲成本會推高咗嘢物價，可以話係所有實體商品、超市飲品、電器、衫褲、建材，甚至原材料，運輸公司成本高嚟就會加運費，零售商要消化呢筆運費，最終就係將零售價提高。你唔會直接見到運費條數，但會覺得點解咁都貴晒？簡單講，貨運物價係由能源主導，油價一升，幾乎所有嘢都跟住加。比較兩者，外賣加價非常明顯。你每次落單都直接俾多啲，佢推高咗主要係外出用膳同外賣食品嘅價格指數。貨運加價比較隱蔽，但影響範圍極之廣泛，會推高幾乎所有實體商品嘅零售價。所以最後總結一句，外賣貴，貴在人工；貨運貴，貴在油錢。外賣流行的確會局部推高餐飲物價，但要講整體物價上升，貨運成本嘅影響其實更加大，更加基本。你又點睇呢？歡迎留言，多謝大家。